在今年2月，这马街病院去互海客入侵，而且呢，这海客国甲这病人雇主摕去网络顶头卖。经过警方的追查，发现讲有北京病院、学校、上市公司，拢互同一个人攻击。大也查到这个嫌犯啊，是一个中国浙江一个20岁查甫人，伊是咧中国的治安公司食头路。目前咱的警方已经对伊发布通缉，也透过这两方共同打击机制，请中国到协助。暗网有一篇大文，也讲马街病院去海客入侵，千万病患购资变购的商品，开价超过300万。经过警方1个月调查，锁定幕后主嫌 Crazy Hunter 是一个中国浙江20岁死了的查甫人，伫对方做治安的工作。从骇客入侵来的 IP， 还有他的恶意程式以及他的攻击手法，来掌握到犯嫌。这是警方首次证实境外骇客的真实身份。那马街受害，中华基督教病院、亚洲大学、亚大附医甲3间上市公司，也互同一个骇客用卡油病毒攻击，讨80至250万美金。嫌犯搁伫暗网讲，有2间机构付钱甲资料讨倒转去。上市企业进前也有发消息，拢讲无告知也是档案外泄。不管医疗单位或者是上市柜公司，目前还是一样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这个。预防可能会有治安提升，通常是法规上面的这个考量。专家嘛分析，卡油便当若是入去电脑，就完全无法度复原文件，也无排除骇客是有意偷摕机密。即马专案移交检方，认定死落查甫人已经涉犯恐吓取财、告知法等罪嫌。4月7日已经发布通缉。警方表示，会借由2方共打机制，请中方协助侦查。中国大陆的公安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部分，是不是要协助配合来帮忙来做这件事情？我个人觉得，其实事实上是会有一点难度。2方关系链，中国是不是出手相助，或者无信心？只是骇客入侵的对象为较早公部门，即摆换做病院、学校甲民间企业。专家点出，民间的治安防火墙漏网未少，有改进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